係，大家可能都有收到風啦。坦洲嘅朗詩新城近排咧又有大動作啦。一棟嘅清盤可以享受20萬嘅購房補貼。接咗之後咧係單價6200到6900，但係全新精裝，仲送埋你48000嘅15套家電大禮包，真係抵到爛。咁呢個樓盤究竟值唔值得買呢？其實咧就係取決於我哋購房者個需求啦，同埋對呢個風險嘅一個承擔能力嘅。咁我作為中山本土資深嘅房產經紀，而家係幫大家客觀分析一下呢個樓盤嘅，俾大家做個參考。有讚有彈，感謝大家先點個 like 再觀看啦。咁咧就先講佢優點，第一個就係價格優勢嘅。朗詩新城嘅房價相對比較低嘅，均價咧係6、7千蚊咁樣。對於預算係非常有限嘅購房者係好有吸引力嘅。因為咧佢喺坦洲根本揾唔到對手。第二個就係地理位置啦，係位於中山同埋珠海一個交匯處，享有2城嘅政策利好同埋一個繁榮嘅配套，適合雙城嘅生活。第三就係交通便利啦。坦洲快線、坦洲大道都已經全部通晒車，開車從珠海嚟到朗詩新城，可以話比你上落班仲要方便快捷。第四就係配套設施啦，周邊有山姆會員店啦，有坦洲商圈啦，小區咧仲規劃咗商場啦、學校啦，不過呢啲咧仲未咁快落地嘅。小區係已經開通咗港澳嘅直通巴，生活交通需求可以輕鬆咁得到滿足嘅。再講下缺點啦，第一個就係位置偏遠啦，佢咧呢個樓盤係位於坦洲北部邊緣嘅地帶啦，離坦洲核心區域一個位置係比較遠嘅。第二個就係生活配套目前唔係咁完善嚇，需要呢個時間去發展，因為佢總共有5期嘛，而家先做到2期，估計都係要3、5年之後咧就生活先話比較方便啲嘅。第三就係噪音同埋粉塵影響啦，因為項目四周咧係有市政道路同埋高速路嘅，可能會存在一個噪音同埋粉塵嘅問題。第四個就係產權嘅年限啦，產權年限咧而家就剩低係56年嘅，因為佢嗰塊地咧係從2009年攞嘅嚇，係從攞地嘅時間算起。第五個就係一個建設嘅風險啦，項目總共有5期，分5期開發啦，而家咧先做到2期。雖然話呢個係一個政府保交樓嘅項目啦，但係咧後期會唔會存在一啲不確定性嘅一個因素喺度咧嚇？呢個真係講唔埋啦。第六個就係建築質量，一期咧係曾經出現過一個漏水嘅問題，需要關注後續嘅一個建設質量嘅。即係一下子講得咁多缺點，會唔會嚇親你哋咧？呢個樓盤離珠海咁近，價格又咁平，但係咧就真係唔係人人都適合嘅咯。適合嘅人群咧有以下幾種。第一個就係預算有限，但係希望喺珠海周邊購房嘅一個剛需購房嘅時候嚇。認真啲係剛需嚇，唔係改善啊。第二個就係能夠接受比較長嘅一個通勤時間啦，追求性價比嘅購房者。第三個就係睇好呢個區域未來發展潛力嘅一個投資者嘅。唔適合嘅人群咧都有以下幾種嚇，認真聽嚇。第一個係對生活配套要求高，而且咧希望立即入住嘅購房者，因為佢2期咧係要到明年年底先交樓嘅。第二係對產權年限有較高要求嘅購房者嚇。總之每個人咧都要根據自身嘅一個需求同埋呢個風險嘅承受能力，綜合嚟考慮呢個坦洲朗詩新城呢個樓盤嘅一個優缺點，做出明智嘅決策。